究竟冬天可唔可以飲海星湯嘅呢？係可以嘅喎。喺冬天，好多人覺得身體好攰，腰酸背痛，或者有風濕關節炎嘅困擾，例如呢度痛啊，嗰度痛啊咁。海星中藥名係叫海盤車，有和胃止痛、鎮驚安神、化痰散結嘅功效。冬天飲一碗熱辣辣嘅海星湯，唔單止可以暖身啊，仲可以幫身體排毒、增強免疫力添。處理海星有一個標準黃金3個步驟：洗乾淨、焯水同埋冷水下鍋去煲湯。海星因為佢本身好硬，同埋表面呢會拮親啲手嘅，咁所以呢，清洗一次之後，用溫水30至到40度嘅水浸泡30分鐘至1個小時，佢稍為回軟呢，就可以開始清洗啦。用個軟毛刷喺流水之下徹底清除表面嘅泥沙同埋雜質。用個剪刀剪開，見到一啲內臟同埋沙囊，要洗乾淨，因為呢啲係腥味主要嘅來源。唔清除個內臟嘅話呢，可能會有苦味，同埋會有啲毒素嘅，咁呢樣嘢就小心啲啦。第2步就焯水去腥，呢個步驟好重要。準備一鍋燒開嘅熱水，加入3至4片薑、葱段、2湯匙料酒，加入已經洗乾淨嘅海星，焯1至2分鐘，避免焯水太耐而令到海星過分收縮。撈起，用溫水再沖洗一次，避免腥味回附喺海星嘅表面。咁海星就預備好，可以同其他嘅材料冷水下鍋一齊煲湯。呢張圖片係我上次買海星嘅時候喺個店鋪介紹海星食用嘅時候，我影低咗呢個資料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另外我頻道有啲海星湯，有興趣嘅可以大家翻閱一下。希望呢個海星介紹幫助到大家認識更多海星嘅資料。講咗咁多清洗海星，不如介紹多一個海星湯啊！呢個有潤肺止咳功效。除咗有海星、海底椰、胡蘿蔔，我仲加咗豬展肉、薑片啦，我嚟辟腥、無花果、枸杞子。咁我人數多，我就落3.5公升水。呢個份量係6至8人嘅湯水。豬展肉呢，洗乾淨，冷水下鍋出水。海星就係用頭先我介紹嘅清洗方法。胡蘿蔔去皮切大件，其他材料洗乾淨。除咗胡蘿蔔同杞子，所有嘅材料冷水下鍋，大火煲開，加入胡蘿蔔，繼續煲10分鐘高火，之後轉60分鐘低火，最後10分鐘加入杞子。食之前加鹽調味就可以啦。呢個湯好好飲啊！但係孕婦、哺乳期嘅女性或者對海星有過敏性嘅人士就避免飲用呢個海星湯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